美國對伊朗嘅戰爭就進入第2個禮拜啦。咁由於中東局勢緊張啦，油價就曾經試過單日急升30%，去到每桶120蚊嘅水平。但隨後因為有消息傳出G7可能會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啦，以及特朗普話戰爭即將結束，令到個油價就出現一個驚天逆轉，反覆跌翻去90蚊左右嘅水平。咁到底而家呢個美伊戰爭係咪真係結束呢？油價係咪已經見頂回落啊？而家個股市反彈咧，到底會唔會只係一個死貓彈呢？咁今日呢條片就同大家討論下。大家好我係外匯策略嘅 Ken。我喺企業及投資銀行裏面從事咗外匯分析工作10幾年，每個禮拜我都會喺呢個頻道講下財經嘅。咁喺進入正題之前我先宣傳一下，我喺下個禮拜四3月19號嘅晚上7點，我會舉行由 Set.com 主辦嘅外匯研討會，內容就主要講翻關於日元嘅部署啦，以及日本經濟嘅。咁有興趣嘅觀眾可以透過留言區嘅連結進行登記。咁我哋今日講下啦，油價坐咗一輪過山車之後後市會係點樣？同埋美伊戰爭係咪即將結束？咁由於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啦，霍爾木茲海峽就仲未重開，咁所以油價就曾經升30%，去到120蚊。但係隨後有消息就指G7國家會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咁加上特朗普就突然間轉態，話啦呢場戰爭即將結束，咁所以令到個油價就急回去翻90蚊左右呢個水平。咁要評估投資市場嘅前景啦，咁首先要問翻幾個關鍵問題，包括就係個戰爭維持幾耐啦，以及個石油係咪已經見頂回落。咁詳情個投資框架就可以睇翻我之前一條片嘅。咁我哋先睇下最新特朗普講咗啲咩先。咁佢就指出啦，話今次美國嘅軍事行動屬於一個短期行動，咁喺軍事目標上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啦。對比翻佢之前所講預計維持4至5個星期啦，呢場戰爭就會不久之後結束。咁我就覺得啦，佢似乎就想以一個宣佈勝利嘅姿態退出呢場戰爭，咁可以話係另外一種嘅 tackle 嚟嘅。咁同時佢亦都喺度重新定義翻乜嘢叫勝利，因為你睇翻佢之前講過啲咩啦，佢之前就要求伊朗需要無條件投降，佢就話啦，要選出一個新嘅領導人，必須得到特朗普本人同意先得。咁依家睇落去啦，伊朗嘅政權有冇被推翻呢？最新就選出咗一個新嘅最高精神領袖穆傑塔克啦，咁都冇得到特朗普本人嘅同意嘅喎。況且啦，特朗普今次如果佢話想縮沙，係咪真係可以縮沙呢？咁我就覺得同之前對等關稅嘅情況好唔同唔係話我要撤回翻個關稅就已經搞掂。而家你都已經進行斬首行動啦，將伊朗一大紮嘅領導人全數殲滅嘅時候，咁伊朗係咪會咁容易就罷休呢？咁所以顯然伊朗係咪繼續打落去都係戰爭維持幾耐嘅一個重要考量。咁頭先有講咗啦，而家伊朗就選出咗哈梅內伊個仔穆傑塔克啦，作為一個新嘅最高精神領袖。咁本身穆傑塔克成為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嘅機會咧，其實就好低嘅。伊朗就屬於什葉派啦，咁什葉派咧其實就好反對呢啲權力世襲嘅狀況嘅。咁所以而家穆傑塔克啦接任咗哈梅內伊嘅權力就顯然係違反咗什葉派嘅教義。咁而且咧，穆傑塔克啦喺宗教上面其實佢都唔係一個領導人選，咁佢只係一個中階嘅教士啦。咁其實會引起好多爭議嘅。咁但係點解佢都仍然會當選到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呢？咁主要就係因為佢路線係好強硬嘅。咁而家係得到咗伊朗裡面嘅革命衛隊啦，呢啲主戰分子去支持，咁所以令到佢先可以得到呢個權力。咁所以嚟就係伊朗而家個情況咧，都係革命衛隊啦，呢啲軍事力量啦，咁佢哋指定咗穆傑塔克做繼任人啦，顯示就係話個強硬派同埋主戰派啦仍然當道，伊朗就唔會咁快出現一個投降啦，或者進行談判嘅狀況嘅。咁另外一個因素啦，去衡量美伊戰爭係咪已經結束啦？我覺得就係要睇翻霍爾木茲海峽幾時可以重開。咁而家呢啲監察指標啦，都未見到霍爾木茲海峽有一個重開嘅跡象。咁雖然特朗普話會派美軍為呢啲油船去護航啦，但係我覺得仍然好難實現嘅。
因為只要伊朗啦去放啲無人機啊、導彈啊去轟炸翻通過呢個狹窄嘅霍爾木茲海峽嘅所有船隻啦，其實就已經封咗呢條船隊噶啦。咁雖然話依家美國同以色列嘅轟炸啦，已經摧毀咗好多導彈發射場啊，以及無人機嘅指揮部門啦，但係啦都好難話完全排除咗所有軍事力量去干擾翻成個霍爾木茲海峽嘅運送。咁況且啦，就算霍爾木茲海峽短暫重開啦，我諗嗰個風險日價亦都唔會咁快回落。咁因為大家都未必好清楚到個中東局勢幾時會捲土重來啦。伊朗亦都可以打一個游擊戰啦，咁防不勝防咁樣去放一啲無人機或者甚至水雷啦，去干擾翻成個航運嘅運作。咁第二部分我就講下個油價走勢啦。咁除咗話特朗普宣告個戰爭即將結束之外啦，目前咧特朗普就拋出2個主要方案去壓制翻個油價上升。咁第一點啦，佢就要求 G7 國家去釋放翻戰略石油儲備。咁目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已經答應將會釋放呢個儲備㗎啦。咁第二點咧，特朗普而家就傾緊啦，可唔可以放寬翻對某一啲備受制裁嘅國家包括俄羅斯啦，去放寬翻佢哋出口石油嘅限制。但係一切都似乎係一個緩兵之計啦。短期似乎可以為石油緊張狀況提供個舒緩，但係中長期你睇翻霍爾木茲嘅戰略性啦，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因為環球都有1/5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啦，都係會途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輸往亞洲嘅話，個能源供應啦更加佔差唔多話80%啊。咁而 G7 嗰個石油儲備究竟有幾多咧？究竟夠唔夠用咧？咁目前嚟睇啦，G7 嗰個戰略石油儲備啦，大概有12億桶啦。國際能源機構啦，其實就要求一啲石油淨出口國啦，就要維持有90日入口石油嘅存量。咁消息指咧，今輪就會大概釋放3至4億桶嘅，咁大概就可以用到2個禮拜左右嘅耗油量啦。但美伊戰爭成為持久戰啦，石油儲備又只可以解呢個燃眉之急。咁而且啦，呢個戰略儲備用咗之後啦，其實成個石油供應嘅安全性就降低咗啦。咁一旦戰爭抗日持久越拖越耐嘅話啦，當大家意識到去保險翻成個石油供應量嘅戰略儲備越嚟越低嘅時候啦，其實下一次油價向上爆升嗰個幅度可能會更高嘅。咁同時咧，如果你解決唔到根源問題，情況就好似話一啲外匯干預咁樣啦。每次央行去進行數以億計嘅金額嘅干預之後啦，都改變唔到成個貨幣貶值嘅大趨勢。咁一旦如果今次危機演變到好似當年亞洲金融風暴咁樣啦，咁有啲亞洲國家因為用晒所有外匯儲備咁令到嗰個貨幣就一次過貶值。咁油價都係同樣道理啦。如果大家見到個戰略儲備都用到七七八八啦，咁到期時咧，油價可能會飆升到一個更誇張嘅水平。所以其實如果一日伊朗唔投降嘅話咧，其實個霍爾木茲海峽都好難重開嘅。咁就算特朗普真係用美軍嘅戰力去佔據咗霍爾木茲海峽啦，呢樣嘢其實都唔可以長期咁樣做嘅，因為裡面都牽涉一啲主權問題啦，而且中東個局勢亦都牽涉到好多背後一啲大國嘅博弈啦。咁特別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啦，喺中東嗰個權益都好大嘅，因為你好多石油其實你都係運去亞洲噶嘛。咁如果美軍真係佔據咗霍爾木茲海峽嘅話，咁必定會引起中國嘅不滿啦。假如油價都唔會長期回落㗎啦，咁對環球經濟同埋個金融市場又會點影響啊？咁最切身感受到啦，就係如果你揸車嘅話，個油價高咗，你揸車嘅成本咪高咗咯。咁你去旅行嘅時候，你都要交多啲燃油附加費啦。咁所以其實令到整個運輸成本就高咗唔少嘅。咁所以你個油價急升咧，其實對成個社會嗰個價格都會有一個傳導性喺度嘅。咁當所有嘢都貴咗嘅時候，咁需求自然會被壓抑啦。咁喺供應面上面而家唔單止話係個油貴咗，咁隨時石油個供應鏈都被中斷啊嘛。咁所以有啲工廠可能會因為唔夠能源啦、唔夠油用啦，而需要關閉嘅。咁所以對經濟嚟講就造成一個雙重打擊，更加令市場擔心就係會出現一個滯脹啦。咁以前喺70年代嘅石油危機都出現過啊。咁根據 IMF 嘅統計啦，當
石油每上升10%咧，就會推高全球通脹0.4%嘅，亦都會令全球嘅 GDP 萎縮0.1至0.2%啦。咁所以其實就會直接導致滯脹嘅風險上升。咁我覺得更加嚴重嘅問題就係呢個推算咧，其實都係一個線性嘅推算啦。咁但係實際個經濟狀況就可能唔係咁嘅。可能當個油價上升到120蚊每桶以上啦，其實對個經濟就會帶來一個更大嘅陣痛，並且會中斷某一啲投資同埋生產。咁所以今次戰爭嚟講啦，美國同以色列去空襲伊朗啦，咁令到成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咁亞洲好多國家可能都要埋單嘅，因為佢都要被逼用一個貴嘅能源，甚至會出現一個冇能源用嘅情況。咁最大嘅得益者就可能俄羅斯啦，因為佢而家佢生產嘅原油就更加有市場啦，因為佢可以唔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取到其他航道去供應翻個石油啊嘛。咁亦都令俄羅斯啦喺俄烏戰爭上面嘅談判有更大嘅籌碼。咁所以今次成個中東局勢嘅影響啦，其實對環球個經濟同金融市場有非常大嘅衝擊。咁但係似乎所有風險都係向下行居多嘅。咁因為而家個石油價格又貴咗，個能源供應鏈又可能中斷，咁個戰事又唔知真係維持到幾耐啦。咁亦都可能影響到美國同中國嗰個關係。咁如果一旦出現滯脹嘅話，市場重新評估翻環球嘅經濟狀況，必然對個金融市場造成一個較大嘅壓力。咁去到總結部分啦，咁依家見到個油價雖然叫做回落翻去100蚊樓下啦，但係覺得個危機遠遠未結束。咁因為今次我覺得唔係話特朗普想 tackle 話推就推㗎啦，亦都要考慮翻伊朗會唔會持續去繼續襲擊翻美國嘅設施啦，以及佢中東嘅盟友。咁一日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未重開嘅話，好難預期到油價會有大幅度嘅回落。咁而且啦，當個戰爭抗日持久嘅話，就算釋放呢啲戰略石油儲備啦，又或者放寬對俄羅斯嘅限制，我覺得始終中東都係重要嘅產油基地啦。咁佢無法出口石油嘅話，對全球嘅能源供應將會帶嚟非常大嘅衝擊。而且市場上面已經重新定價成個中東嘅風險，有機會會再次面對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嘅危機啦。咁所以油價嘅風險日價就會上升啦，好難翻去戰爭開打之前噶啦。咁而且特朗普反覆不定啦，佢講嘅又有啲矛盾。咁同埋都見到之前佢都試過退一步又突然間進翻2步嘅。咁所以我覺得都要繼續觀察翻特朗普個言行。咁而且伊朗繼續打落去啦，其實美國都好難全身而退嘅。咁如果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了解油價衝高回落嘅原因，以及中東局勢嘅發展，咁我而家誠意邀請你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